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姊妹你若方便邀请你做伙起立，咱做伙用咱的肢体来敬拜主。主点我心内，无惊吓主宰，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。主在我心内，主在我心内，无惊吓主宰，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，你的我心心照亮你无边，你。做我光灯，予我有光明。我来称颂耶稣，咱今仔日拢到上帝，咱的上主的面前来恳求主。我来亲吻耶
咱用较无心来亲近耶稣。哎，即摆请坐，咱做同心来祈祷。天堂的主，我们恳求你，早起时，愿你听阮恳求祈祷学落的声。无论阮兄弟姊妹心有侪侪快乐，也是侪侪的悲伤，也是拄着事，互阮背白、艰苦、伤心，也是阮伫工作上拄着甚物无法度排解的事，我拢带到主你的面前，来亲近耶稣，来亲近主。愿你听阮的祈祷，也听阮学落的声，愿主你帮助阮，阮的忧伤变作快乐，阮的快乐变作更较欢喜。阮的生命因为信靠主，因为信耶稣来欢喜，来感谢。我来恳求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兄姐平安，这是咱要同心敬拜，用诗歌将早起的祈祷献予主，愿望主应咱，愿主的恩典甲平安赐予咱。405首背经诗，主上帝早起时，你会听我的声。
咱着学乐耶和华最大，三甲尊伊的名最悬，着将耶和华的名应有的荣光归乎伊，存圣洁的心敬拜耶和华。三甲来吟圣诗349首，祈祷的时即时极好，请起立吟全首。祈祷的时，即时极好，我心大你烧情欢乐，歌通就歌天白明净，将心所爱祈祷无停。我嘛拄着在夜艰难，祈祷的心为你平安，搁我专心祈祷的心为何魔鬼甲我杀你？祈祷的时，即时极好，天白欢喜，听我祈祷，万有主宰，着记不我，迫切困求，以主相思。天白甲我，甲你亲近，爱我心口，受伊大恩，他将大项我如可以，欢喜听候，祈祷无止。祈祷的时，即时极好，互我的心无过烦恼，真正是人，我可祈祷，恁将祈祷，心灵安好。一世灵魂，你归辛苦，就业条件，听我的主，无过烦恼，无过伤悲，永远享受天堂福气。咱有缘徛伫用书读圣经，个别信仰。书读圣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佮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用，启用第3集诗篇121篇，启用3集，是诗篇121篇。
我来客兄弟来用。我抬头看山，我的房站对上主来，伊会互你跋倒。以色列的保护者为渡民，上主是你的保护者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上主会救你脱离各项灾难。你出离入，上主会保护你。咱三个来祈祷。感谢天父，赐阮新的一天，我来到你的面前敬拜，心要学乐，嘴要唱歌，要称赞你的圣名。阮感谢你，赐阮丰富的恩典，互阮得到平安甲喜乐。阮不止学乐感谢，搁要用诚实敬拜的心来服侍你。求你清去阮的心思意念，引带阮行伫真理，有好的行为，好的见证，荣光你的名。总是拄着艰苦的时，求你的手扶持，互阮得到平安甲快乐。你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，是阮的保护者，阮出阮入，你伫阮身边做应允的保护。伫主面前，我要谦卑顺服，承认阮的不足。只有我靠想事快乐的，互阮事事拢会。阮若无顺服你的权能，就会骄傲，甚至家己称作义，我靠家己的义，夸口家己的好行为。求主赦免阮的骄傲。我要有忧伤悔改的心，互你欢喜接纳。伫世界的局势，有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，美国、以色列甲伊朗的战争，已经有真侪性命甲财产的损失。求你的权能介入。或者的执政的愿意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谦卑，甲上帝三角行，通互战争停止，和平临到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想使阮平安，阿门。圣歌队献诗。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：我要来到上帝的祭坛。
三甲来读上帝的话，伫路加福音18章第9节到14节，伫新约179面，另外一位伫箴言15章32节到33节，伫旧约1238面。耶稣对遐个看家己做义人，佮看轻别人的人，有讲遮个譬如，有两个人上圣殿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派的人，另外一个是毛税的。法利赛人徛挺挺，家己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。因为我无亲像其他的人恐吓取财、不义、淫乱，嘛无亲像即个毛税的。我一礼拜禁食2遍，佮奉献全部收入的1/10。毋过，迄个毛税的徛伫远远的所在，连仰头起来看天都毋敢，只有对兄讲。上帝啊，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。我甲恁讲，罪得到赦免，转去因兜的是这个人，毋是迄个法利赛人。因为提高家己的，会受降价；屈价家己的，会受提高。箴言15章32节、33节。毋听警戒是看轻家己，听趁管教会得到智慧。敬畏上主是教人有智慧，心有谦卑，才有尊荣。以上，牧师今仔日要甲咱分享的讲道题目是：请提升你的心态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今日做伙三教来敬拜上帝。顶礼拜咱的题目阁会记得无？教会节爱提升。今日咱的经节的题目甲咱讲，爱提升咱的心态。我想人拢一直顶面来行，就是讲今年望会当比旧年搁较好，是毋是？这个提升毋是讲咱的量就毋免注意，量甲质拢爱得到提升。我2014年有去上这个新媒体的演习会，讲师讲一句话，其实是2句啦，2句嘛，咱讲一句吼，虚虚实实，实实虚虚。最头尾拢讲这，我阵仔无啥清楚知影这个意思。伫诈骗事件这个现处时，我终于明白了，虚就是假的意思啦。假要甲你做朋友，实的是要骗你的钱；假是甲你报讲这赚大钱的机会，紧来投资；实的是要骗你的钱。咱人拢有一个贪的欲望，对不对？这也投资几万块会当赚几百万，遮好康，遮好康，你阁会报互我知吗？是毋是？总是有咱即个社会，就是有即个情形发生。有的人伊的退休金全部互骗了了，有的伊一生所积蓄的金钱互骗了了。这是咱现处时所爱来面对。所以伫网络的世界，虚虚实实，实实虚虚。啥物是实的？啥物是假？啥物是虚的？AI 的时代嘛同款。AI 也透过思考来甲咱解决一寡问题，总是无100%是对的，内底嘛有可能会发生错误的所在。今日祈祷甲读经。咱会当
来看到看到今仔日的经节伫路加福音18章，无共款形态的祈祷，基督徒生命的操练甲信心的功课，就是伫祈祷甲读圣经的内面。所以咱每一届祈祷爱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为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是真做咱的中保，生命的中保。这个中保就是做保证人，保证人。要买卖土地，也是要借钱等等，拢有一个保证人，这个保证保人、保证人。所以将咱内心所祈求的诚诚实实，咱的心愿，甲伊放伫上帝的面前，放伫耶稣基督的面前，透过耶稣基督的名，用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将咱的祈祷传达到伫天父上帝的手头，甲伊的面前。祈祷咱讲是拍开天顶上帝的赐福，祈祷是拍开这片门的锁匙，即个祈祷甲这片门、甲祝福的门，甲伊拍开。所以咱每一届祈祷结束，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就是耶稣基督真做咱每一届祈祷的中保、保证人。罗马书5章第8节讲，咱要搁做罪人的时阵，耶稣就替咱来死，因为上帝听就透过安尼来安怎来显明。所以当咱要搁做罪人的时阵，上帝要证明伊听世间人，就用耶稣基督的死来代替咱的罪。所以祈祷的本质是啥？有罪人去面对神圣的神。今日咱所读的经节，法利赛人也是即个冒税，即个抽象的，华语叫做税吏，就是税官。同款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拢是爱面对上帝的神圣。所以人的罪性到伫圣洁无瑕疵的主面前，咱只有求上帝来赦免咱。所以有罪人是不是爱用关起来？有罪人爱用刑罚，有罪人爱受处分，有罪人爱受处罚，敢毋是？但是呢，与透过耶稣基督的听。透过上帝对人类的拯救，互咱要搁做罪人的时，耶稣基督来代替咱。这个卯税，咱讲卯工程，也是卯工课。这个卯就是讲罗马政府将这个扣税工作来交予一寡少数的犹太人。上届有名的这个卯税，税吏是谁？撒该，对不对？耶稣甲伊做伙食饭，甚至阁去因兜。耶稣学生马太嘛是一个扣税人，抽税人。这个抽税若要好业，就是爱加扣，加拢算伊的。罗马政府只有甲讲我今仔日今年你的业绩是100万，你也扣300万的，200万就归伫我，安尼有好趁无？真好趁。所以法利赛人，是分别罪行的宗教领袖，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传统。这个法利赛，这个意思就是来自希伯来语普鲁信，意思就是分别出来，我甲伊无共款。我是爱分别罪行。旧约圣经咱讲拿细的人，拿细的人，参孙嘛是拿细的人，就是安那，这人是分别出来做成的人。总是这抽卯税人、税官，因帮罗马政府犹太人扣税，伫犹太人的社会是用当作是犹太糟糕，他们是走狗。意思讲，你也是抽税，都会有一个标签贴在他的身上，叫做犹太走狗。所以分别罪行甲犹太走狗，这是无共款两种身份的人来到圣殿
咧祈祷。咱人是带着罪来到世间，不过借着耶稣基督会救恩，咱定心甲上帝和好。因为上帝爱咱，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间。人有罪应该爱去地狱，总是因为耶稣就是价顶赎回咱的罪，咱会当甲基督同过活。世间人最终爱面对的，就是死命的死。当咱伫会前礼拜进前，咱有唱2条诗歌，其中一条叫“临终的是安那，临终气短，临终气长，就会见到安那听咱的天父上帝，敢毋是？所以愿主帮助咱，咱最后会面对死亡，总是伫迄个死的时，会当伫永生得到无别忘的生命。对耶稣的观点来看，耶稣将来都无先入为主啊。因为照你讲，伊是犹太人，伊要用犹太人的看法来看所有的人。犹太人认为无惊割礼的人拢是外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伫保罗先生的时代，初代教会为着要惊割礼的代志争论不断。因为犹太主义的基督徒，因认为爱守割礼，但是保罗讲，这是犹太人的生活习惯甲律例，无毋对，总是袂当因为安尼，就来要求外邦的信徒。较要紧的是安怎？你的心有行割礼，心的割礼。较要紧的是，你洗礼了后。圣神有伫你的身上，成做迄个印记，咱讲刻印。所以接纳耶稣安那，从来无用犹太人的观点来看世间人。所以耶稣去甲许互人唾弃，许互人感觉讲享受，或者罪人、捡衰人，甲因做伙，甚至是遐卖国贼，这犹太税吏。就是走狗、卖国贼，甲因做伙来往，撒该甲马太这两位正做耶稣身边真好真好的同伴，特别是马太是耶稣的门徒，所以耶稣嘛无刻板印象咧看代志。约翰福音第9章，因到圣殿遐。无偌远的所在，了后看到一个出世的痴迷的人。耶稣问耶稣讲：这个人出世的痴迷，是伊犯罪，还是伊的父母犯同罪？耶稣讲：毋是，拢毋是，是要透过伊来显明上帝的作为。耶稣行一个新约，这个新约是无符合病医的卫生标准，因为伊用喙烂搅涂沙粉抹伫即个人的目睭，然后叫伊去西罗阿迪，甲伊洗清去。即个生来就痴迷的人，就因为安尼，得医治，得看见，奉差遣去传福音。西罗阿迪翻译出来意思就是奉差遣、奉差遣去传福音。所以耶稣将来无有安尼，咱对耶稣的行打会当看到这两项事。爱因斯坦伊得到诺贝尔奖，伊嘛有犹太的血统，他有犹太的血统。伊讲摧毁一个偏见，要摧毁一个刻板印象，比分裂一个原子更较困难。伫顶世纪，咱发现着原子甲核子，原子构成咱要构成咱的物质上介细项有上细的物件。安尼咱想看卖啊，咱敢有刻板印象，还是咱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？
有时咱会去搭人的标啊，有当时啊，咱嘛爱去甲人的标啊，甲伊拆落来。但若亲像咱暑假7月6号有3位要去韩国，啥物教会，就有人讲牧师啊，韩国阁有需要宣教，30%几个基督徒，敢有阁需要去？是啊。韩国人、韩国教会嘛面对现处是真大的挑战。啊，阮3个人已经准备古话话，阮每一个礼拜3 9点开始学习，用韩语讲4个属灵的定律。阮面对这个处境，阮提出每一个人的代祷事项。阮去8天，阮爱准备古话话。啊，某一个老牧师讲，哼，外教派好胆，就来庄脚开设教会，但是你会发现讲，城乡差距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对吧？便利商店搁较庄脚的所在嘛有啊，哦，当然偏乡就莫讲啦吼，迄个山顶尾溜，也是讲迄个做沿海偏僻的庄头，哦，莫另当别论以外啦。总是咱想看觅啊，这便利商店四界拢有啊，吼、所以经过10几年了后，要到20年，庄脚毋来只有长了教会那定。我伫中华南部牧会，当我要离开的时，阮的镇有外教派的教会，隔壁庄头嘛有，是毋是？哦，隔壁乡啊，毋是庄头，隔壁乡镇。还有一点，就是咱想看嘛，未来没有人口红利，人口的红利已经无啊。就是讲，咱即摆要请工非常的困难。电视有报讲要请一个餐具管理员，啊，餐具管理员要做什么事情？啊，就是要洗碗嘛，对吧？对吧？即间小小的米单，要请一个餐具管理员。我真正有一个少年人走来讲，哦，这管理餐具啊，毋足轻巧啊，洗碗做3工尔就走咧弄啊，拼咧弄啊。是啊，如果咱的观念若无一直反转的话，新闻报道讲未来咱欠2种人，一种是外国人，就是移动劳工；一种是机器人，是毋是？机器人会当帮咱做足侪代志。其实机器的物件，咱现处是就已经有存在。恁兜有扫地机无？迄个是上第一台扫涂骹的机器人啊！哦，伊只不过伫涂骹安尼扫来扫去，啊以后可能有真正一个人伫遐咧扫涂骹。哦，咱未来无人口的红利，若无提早做准备甲调整。啊，咱教会人数的走向，甲教会事工的方向，未来看到什么无？咱看到英国的教会，咱就爱真正是警醒啊！英国的教会，迄几啊百年的教会，毋是关起来，不是关掉就是卖掉。我前几年才看到迄英国的规间教会议长。讲，我们还是存有盼望，但是阮今年要关100间教会，真正的数据我袂记哩啊，但是这个数据互我非常的惊吓。啊，面对现处时的处境，教会无法度脱离事实所带来，咱爱面对，咱无法度避免，咱无法度去避免，所以信仰内面甲咱讲啥？咱无互相比较，圣殿有一工2届，互大家去祈祷，吼，啊，这2个人因着去圣殿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抽象，无共款身份的人，嘛反映无共款的祈祷方式，嘛看出无共款心理的反应。英国的基督徒作家路易斯，伊讲，鱼伫咧水中啊，伊毋知影家己是淡的。鱼仔敢有讲我是淡的？
意思讲人伫罪恶的中间，咱毋知咱伫罪的内面，所以咱对主的人咱爱去超越，就讲阶级、种族，以及咱的判断等等遮。所以路加福音18章11节，咱看到法利赛人的祈祷，我无亲像迄个人，我无亲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我更不像那个税吏，我无亲像迄个抽象的，我无亲像迄个冒税，所以愿上帝帮助咱。这11节讲我哪有即种的祈祷？伊讲伊家己无亲像迄个人，所以咱当来到上帝殿，咱应该是敬拜、敬畏，喙訛了上帝，毋免看到别人的无好，也是讲其他的人等等遮的事。上帝圣殿有需要遮的小道消息吗？上帝看你看代志比咱搁较深，所以教会充满訛落的声，充满阳光上帝的声。咱有圣乐，有圣诗，咱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神的作为。上帝管理世间的一切，别人的事，上帝看咱搁较透，知影比咱搁较济。所以伫圣殿、伫教会，咱爱学习。对即个法利赛人的祈祷讲，我无亲像迄个抽象的，安尼要安怎？内面的诗诗篇第8章第4节讲，人算啥物？你既然这么关心，世间人算啥物？你这么照顾，世人算什么？你尽眷顾他。所以人算啥？圣经讲内面的诗讲人算啥？但是上帝看人嘛，看咱的内心。人的功力只有看外表，但是上帝的功力是看透人的心。这位律法教师法利赛人，伊无做什么种无好的事，不管好的事、歹的事，但是上帝拢知。但是伊摕一个对照组，就是迄个冒税、迄个税吏，因为伊着看伊袂起这个卖国贼。犹太走狗怎么可以跟我比呢？所以咱想看卖遐会知嘛？有时有人会讲，牧师，迄个人，遐无人师琴已经落去啊。迄个人金钱多多，奉献少少。我想看卖你着做好你家己的本分就好啊。如果你若有法度做到1/10的奉献，感谢主，你已经完成。你做基督徒的本分，做笃行教会陪参会员的本分，某一届周报，一个兄弟一个月拢固定奉献2万块，一个月固定奉献2万块，2万块是啥物概念？伊一个月收入20万，才会当奉献2万，对不对？伊若一个月赚2万，伊奉献2万，毋着拢毋免食清烟。毋是，所以咱想看卖伊一个月若20万的收入，伊奉献2万是对的2万足多吗？对伊来讲，就是尽伊家己的本分嘛。咱毋免看淡讲迄个奉献多甲少，伊但是做好家己的本分。即个法利赛人有做伊的本分10分，伊扣1分起来是毋是？总是着毋免去比较所以求上帝帮助咱。咱后世毋免吹捧自己意思就是讲毋免家己宝啦。伫主的面前，咱拢是渺小甲卑微的人，毋免夸口家己。即个法利赛人，伊讲着家己的功劳。法利赛人伊讲一日7日禁食2摆，但是律法无记即条。即条是讲我7日我2摆禁食，但是律法并无要求即条。意思就是真对家己做的感觉自我良好，感觉家己真清高。所以18章其实讲，我一礼拜禁食2摆，我搁捐1/10。
做了真好啊，总是无需要摕人来做比较，安尼就毋对。哦，所以变成一个形式主义啊。法利赛人伊感觉伊家己自称的义，但是上帝看重的却是即个忧伤痛悔的心，却是即个投向伊的心灵。哦，所以法利赛人伤得意，袂记得将阳光归予上帝，所以伊的祈祷的中间无任何归阳光互上帝、归阳光互主，也是赞美主来阿乐主，并无。伊只有将伊家己分别做成，来变做是一个形式的主义，甲人比较。但是上帝看重的是迄个忧伤痛悔的心，所以家己感觉家己的灵命比别人搁较悬一等，煞袂记哩，咱信主的幸运的根本是要来互主来得到荣耀，所以伊是先荣耀家己伫上帝的面前。来荣耀家己，上帝是伊的见证人。讲主啊，我无亲像迄个人，我无亲像迄个人，要当比遮比啊。所以主啊，我无亲像迄个人。哦，主你是我的见证人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见证人，见证我比那一个出卖同胞的人，我不像他一样。是啊，所以咱的后世，咱的后世袂使安尼，袂使安尼。所以咱拢是上帝眼中的囡仔，所以咱称天父诚做咱的上帝，咱称上帝诚做咱的天父。人所做、人所想的，上帝拢知。第三是咱爱降服伫主的面前，即个冒税来到主的面前，只有徛着。但是伊安那伊天吼，毋敢天的，伊敢若对现讲讲主啊。怜悯我是一个有罪人，所以这个冒税，这个税率是犹太人足讨厌、上界讨厌的人，实在伫犹太人的内面无受接纳，但是伊来到上帝殿里，伊痛悔，伊讲伊不配，求主来怜悯伊，伊对现坎，咱是不断的求，伫祈祷内面不断的求，却无。来悔改，但是即个犹太的抽报税，伊虽然可能伫行为顶面欺负家己的同胞，甚至无得到人的接纳，总是伊来到主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是一个有罪人。诗篇145篇第8节讲。所有求救上罪的人，伊甲因亲近，伊亲近诚实求救伊的人。所以伫诗篇就讲，咱的主安那伊会亲近迄个诚实求救伊的人。所以上帝是咱的帮赞，上帝听咱，所以咱只有来到主的面前降服。上帝听嘛，透过安尼来呼唤，来叫人来到主的殿里，是咱来承认家己的罪行。因为迄个主祈祷的人，是爱用咱的心诚实的心灵来亲近咱的主。所以诗篇路加福音18章14节讲，耶稣安尼讲，这个人转去伊的厝。得到称做义赢过迄个人，因为若自古上帝互伊卑微，家己卑微的上帝，咱的主着高升伊。愿主帮助咱，即个冒税有可能转去，伊得到称义搁较悬，因为伊先谦卑了，伊先家己看做家己是卑微的人，伊伫主的面前完全降服。这箴言。15章32节到33节，甲咱讲，若无听这个境界，看轻家己，着听探管教，才会得到智慧。听管教责备，才能够得到智慧。敬畏上罪人，是要叫咱有智慧。先有谦卑，才会当有这个尊严。先有谦卑，才有尊荣。所以尊荣以前，
必有谦卑，这是上帝智慧的劝勉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对咱的心态、对自我的中心，到会当提升，用上帝诚做即个中心。法利赛人只有想着家己的义，伊根本无摕着上帝。但是即个冒税，心内想讲家己是一个罪人，只有专心仰望上帝智慧甲慈悲来饶赦、来宽恕伊的罪。即个心态有可能就亲像一副目镜，你的目镜有当时啊无去，有当时啊有即个涂刷粉，你爱家己洗互清气，家己拭落干。如果咱的目镜若垃圾去，啊是咱的目镜是歪去，可能咱来看即个世界就无真清楚。如果咱的心态若毋对，搁做较侪事，有可能咱甲上帝关系是安那？即个关系是片段的，是无真实的。人的心嘛，敢若亲像一种的容器，对无？如果你若底万分，你就底袂落疼、甲宽恕、甲饶赦。当即个物件若拢底着批评，你就底袂落去学乐甲欣赏。当若是底足侪欲望，你就底袂落良善甲分享。如果咱若底全世界，咱就底袂落去上帝。所以主甲咱讲啥？钱伫底，咱的心就伫底，对无？吼，有上帝帮助咱，让咱的心有得着祝福咱的疼痛。即个抽象的，即个冒税，伊无任何功劳会当夸耀，但是呢，伊无去甲别人比较，伊真清楚家己伫圣洁的上帝，啥物拢无。伊对形喊表示讲，伊真实悔改，伊毋敢怨天，表示伊对上帝的敬畏。迄个法利赛人用贬低别人、看低别人来提高家己，这是法利赛人上无好的心态，错误的心态。所以这种的心态不到的中间，就安那甲上帝的家降落，请出一个见证人，毋是伊性命的主。等到如果咱的心灵的中间，来当底去较侪无共款，伫咱的事业以外，会当较侪欣赏，较侪娱乐，较侪看到人的好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，即法利赛人靠着家己是义人，却藐视看轻别人。即个心态决定了生命的境界，心态决定生命的境界。就是即个法利赛人，敢若亲像迄个伊拒绝受管教，但若亲像箴言所讲的，你爱领受即个管教，才能得到上帝予咱的智慧。所以家己无需要，伊家己伫上帝面前伊感觉啥物货？伊感觉家己真清高、真自高，但是伊若无听责备，无法度得到智慧。所以一个人的心态嘛，决定伊怎样看待上帝、看待家己、看待伊的生命。对外表来看，这个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模范生，因为伊感觉自我感觉良好，这是有当时嘛是一种的傲慢。所以耶稣这话，就指出上帝指出伫上帝面前，人人拢是罪，只有靠着主的恩典，才会当得救。两个人去面对一个上帝，两个人共款拢面对一个神。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向上帝祈祷，但是咱祈祷的时，咱来呼叫上帝的名，咱来承认家己有罪。所以，这两个人的祈祷，其中一个人只有想着家己的义，根本都无摕着上帝；另外一个人心内想讲家己是一个罪人，伊只有仰望主的慈悲甲怜悯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调整咱的心态，来帮助咱的信仰。咱同心来祈祷。
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今仔日伫路加福音甲真言来帮助阮。对耶稣伫圣殿摕着2个人的祈祷，阮看到法利赛人，嘛看到即个冒税。阮知2个人的身份差别真大。我嘛知，阮无歹甲亲像即个冒税。欺负家己的同胞，也是趁不义的钱财。有时，这法利赛人的作为，我嘛感觉阮对袂着，因为伊1/10来捐献，而且伊一礼拜禁食2天。主啊，帮助阮，阮到底是什么种的心态？有时阮亲像即个法利赛人，阮将侍奉、将奉献。摕来做比较的时，求上帝你免阮，因为阮有当时着含乐伫比较的内面，感觉家己较敖。啊，求上帝帮助阮，提起迄个自我感觉好自我感觉良好的迄种的态度甲心态，嘛使阮一个谦卑受教，伊会当受你管教的心。因为若无领受你的责备，无领受你的教导。阮就无法度来得到你互阮的智慧，求主帮助阮，互阮会当较侪学习即个冒税，较无上帝你的怜悯甲恩典。有时阮无真正歹甲足歹，总是有时阮爱时时警醒，阮有做毋着什物代志无？阮有什物种的失策无？求上帝你的圣神来更新阮。互阮的心灵，甲阮的身体得到更新，常常来尊主你的名来做大。阮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，阿门。三甲来吟圣诗344首，救主耶稣愿意来听。起立吟全首。有
请坐。stra接奉献，热心主接事，同后接事施献。也这请坐。我来报告，来看第三页本州金句。我读一遍，兄弟读两遍。因为提高家己的，越受降低；屈低家己的，越受提高。路加福音18章14节来，因为提高家己的，越受降低；屈低家己的，越受提高。路加福音18章14节，搁一遍，因为提高家己的，越受降低；屈低家己的，越受提高。路加福音18章14节。伫即面的本州聚会甲礼拜事奉表，请咱家己看。看第4页，伫第4页小会公告，定伫6月21日下礼拜中举行圣礼日、圣餐洗礼，为林家德兄弟举行圣婴洗礼，请兄弟准备心甲主动坐倒。本个消息第一，伫今仔日12点半伫3楼会议室
举行6月份定期中执会甲任执会，会后有小会。顶礼拜小提琴的春季发表会有30人参加，暗时的唱了较好的活动音乐讲座有212人参加，本会20人参加。第二，礼拜后有爱餐，感谢林炳云执事的准备，和平小组甲德行小组伫饭后收拾。第三，6月初10拜三祈祷会为饮内小组、公益小组代祷。第四，6月18拜四，林牧师到沙勒教会参加教社部会议。第五，本会陈牧师甲赖正业长老、美玲姊妹，因3位要参加韩国三一长老教会举办的第11届台韩联谊团宣，请大家为因的行程代祷。第六，8月16礼拜日，本会举办东宫教会的结连姊妹教会纪念主日的联合礼拜。要报名的一个人400块，关怀小组报名交费。无编入关怀小组的新朋友，请安琪干事报名，到7月初6截止。会记得到7月初6截止吼。即马每一组的报名情形，请组长家己关心。第7，各单位团契伫今仔日进前，爱将下一季的即个事工分担表交予干事。第8，即个4年读经的计划，即礼拜要读《列王记》第9章。咱关怀协会的消息，请咱家己看。看第5面，团契小组的消息。第1，青少年团契，等一个11点20伫5楼的聚会，主题就是桌游。第2，主日落伫礼拜后11点半到9点半，迄个活动是鱼菜共生的活动，邀请农场专家来指导。有一个专家邱义凯要来指导。第3大点，少年团契伫爱餐了11点40，伫1楼的聚会，主题是圣经 Q&A。主理蔡梦云副会长。咱看第6面第6页，第6页集体关怀甲会友的动态有主日落的夏令营，搁身体欠安的兄弟，真侪欠安的兄弟，等一下要请牧师带领咱祈祷。上尾迄个所在第6面上尾所在伫6月份的上车，即个月上车的兄弟有20位，遮的名单请咱家己看。第7面顶州的奉献，顶州的奉献若是有错误的，请财务部长反映，以上报告。那代祷甲请安，请牧师。在座有新来朋友无？无咱来举行庆生，咱请6月份的寿星，互咱起立啦吼，咱来唱生日快乐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
咱送一包米吼，代表咱教会谢谢心意。咱做来为6月份生日的人，咱来为因祈祷。相信咱也为着咱教会需要来祈祷。太堂的主，感谢你你的施恩听堂，阮今仔日来为着6月份出世的兄弟姊妹来祝福因，感谢主因伫这个年中来出世因的生日甲这个季节，拢会当互相来匹配，就是因的性命有火热的心，以及亲像这个日头来照亮这个世界甲地面，帮助因来信主，互因的性命有助你的亮光来引带因，来帮助因。这兄弟姊妹嘛，真做教会的祝福，因为因伫倒向教会聚会，真做倒向教会一份子。我嘛因为安尼来得到主你的恩典，就是这兄弟姊妹伫阮的教会，真做阮的兄弟姊妹，阮欢喜伫教会做伙成长，我伫教会伫圣神带领引带，阮亲像一家人一样。感谢主，阮要为着这个兄弟姊妹来祝福因。恳求上帝帮助，使阮伫阮会后，阮有爱餐。阮嘛为着伫灶骹无闲的这个兄弟姊妹，因拨因的时间来准备，嘛，互阮会当来参与，领受这份教会厅的聚餐，求上帝来使阮帮助。阮也为着今仔日的聚会，求上帝帮助不论是少年团契，也是青少年团契，助力受引带。伫主日学嘛有生态农场的讲座，求上帝你嘛引带带领，嘛恳求主你帮助。阮等下阮有兄弟姊妹要接受洗礼，阮伫信仰相同的下面，伊是圣神引带来做工。以及阮今仔有灵职会、中职会、社会，帮助所有这个小会员，也是阮的职事，帮助因，互因伫侍奉的内面，求上帝你听因，帮助因，赏赐因恩典，也赏赐因恩赐，也赏赐因伫信仰的顶面，真做模范。求上帝引带带领，阮今日所有的会议，阮恳求主你帮助，阮的教会有侪兄弟姊妹，无伫来到实体礼拜，有诶住较远，也是身体无拄好，伫主日会早起，求上帝你的圣神永远感动因，伫礼拜中间，你的话语来请用因，你的信息来培养因。求上帝帮助因，帮助侪阮的长辈身体无拄好，这兄弟姊妹助你来施恩，医治因，帮助因。阮今仔日的礼拜，真做拍拍的祭，互主你欢喜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，阿门。下边咱做伙来行平安礼。
来吟圣诗395首，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。395首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平安上帝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，伫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爸上帝疼痛、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。